最近有不少民众收到一封苹果电脑官方寄的 mail， 要求讲爱点连结来进行验证，讲无 Apple Pay 就会封禁用。也毋过警方表示讲，这是一封钓鱼的简讯哦。专家嘛讲，千万就唔通点入去，有可能 Apple ID 等个人的资料就会封偷用。报名啊，突然来邮件。惊吓的标题警告：支付资格暂时封锁，爱你随点连结24点钟内完成认证，恢复 Apple Pay 服务。若无永久停用付款资格，最近愈来愈侪人就是收到苹果客服来批，差一点啊哄骗。有一些公司它是不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民众说，你的资格被暂时停用，它并不是属于这些公司的一个政策。所以诈骗集团它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引起民众恐慌。向向看是苹果官方假批，其实是诈骗集团给用，大量假送钓鱼简讯，无细致哄骗点入去，照着指示操作，一件小号密码拢总互偷摕走。若是拐走 Apple ID， 万一小号绑着其他的装置，可能还阁同齐防一侵。个资白白交出去，后一步就是防套路。取得你 Apple ID 的一些权限之后，那他可能会去攻击你有使用的其他的这个系统，甚至有可能去做一些消费。安怎白白钓鱼简讯？除了先检查批敢有插入简体字，检查邮件盲盒也是一种。像苹果官方都会是 Apple.com， 只是犯罪手法一直翻新，提高警觉，唔通互诈骗集团得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